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4月13公司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仔有啥物新闻重点。赖清德总统4月22到26要带团去友邦施瓦蒂尼访问，这是伊上任后头一届出访非洲，会以特别方式未过境任何国家。美国甲伊朗谈判破局，核武的议题无共识。美国总统川普宣布讲，美军会马上来封锁荷姆兹海峡。白沙屯马祖北港进香昨半暝起驾，今仔早起9点外到台中的大家，直接去镇南宫甲大甲妈相会。来看总统府今仔宣布讲，赖清德总统会伫4月22到26带团去友邦施瓦蒂尼访问，这是赖总统上任后头一届出访非洲，是伊任内第2届出访哦。这届以特别方式未过境任何国家，嘛未飞过中东地区。咱甲非洲友邦施瓦蒂尼王国建交进入58周年，4月下旬施瓦蒂尼要举办国王登基40周年，甲58岁花诞一系列的庆祝活动。总统赖清德确定在4月22到26会亲身率团去访问。赖总统也期许这一趟能够达成3个共荣的目标。第一个是安全共荣，第二个共荣是经济共荣。施瓦蒂尼是台湾在非洲重要的友邦，除了有稳定的投资环境，有优秀的人才，也是非南关税同盟以及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的重要成员。这届出访是以大使同庆牵手共赢做主题，向定两国伫历史的重要时刻下做伙，牵手深化合作。这嘛是赖总统上任了后第2届的出访行程，希望会使达到安全共赢、经济共赢、数位共赢3个共赢的目标。这届出访的飞行机是直飞，无过境其他国家，为着要符合安全，嘛未飞过中东地区。这是直飞啦哈，所以没有过境哈。那这次访团是秉持舒适、安全、便利、尊严的原则。这次我们没有邀朝野立委哈。访问团的成员包括总统府秘书长潘明安、外交部长林佳龙、侨委会委员长徐家清、经济部长江文竹、国安会副秘书长李文，甲总统府发言人郭雅辉。若外界关心参加庆典是毋是会甲其他国家的元首会见面呢？外交部是表示讲，若是有机会，自然就会有一寡意见的交换。记者综合报道。来看第10回合收煞，中国国台办嘛宣布10项的对台政策。咱国国安局是警告讲，中国甲在野党交流，无排除是想要介入咱年底的选举。另外，针对国民党要成立甲中国对接的管道，总统府嘛强调讲，那中国有诚意，应该爱开放甲咱国政府主管机关来协商。国民党嘛呼吁执政党，就莫用意识形态来阻挡。第10回了后，中国国台办宣布10项涉台措施，包括观光旅游、农渔产品、两岸交流等等，引发关注。不过，国安会13号警示，逐摆若是要挖进台湾的选举，中共就会提出真济涉台措施，恐惊会变作是中共介入选举的工具。推动相关的一个两岸的交流或经贸的交往，主要可能还是要跟中央政府来做接触，那这样政府才可以做相关的评估、规划跟推动相关的一个交流，那而不是透过这种政党交流来私相授受。蔡明干强调，中共甲在野党来往有3个目的。伫咧战略顶头，强调北京甲台海的核决战有主导权；政治层面是要甲台湾引导起一个中国的政治设定；经济顶头要弱化台湾甲全球飞航供应链的合作，增加台湾对中国市场的依赖。今日中方涉台措施包括支持金门共用厦门的新机场，陆委会回应要过来研究。目前他的说法非常笼统，他不太清楚，还要再研究。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就指示，要赶紧成立工作小组，完成就是中方涉台措施对接的所在。不过总统府回应，中方若真正有诚意，应该登去甲咱台湾的政府主管机关来协商。中国从过去以来常态性的把这样的两岸交流作为一个工具在政治操作上关关停停，对于我国的产业结构，还有对我们的农渔民有造成一定程度的伤害。面对政府相关单位的批评，中方涉台措施有政治前提。国民党副主席萧旭银讲，这10项措施甲民生是假真麻，爱执政党唔通用意识形态伫咧绑票。如果有这样的一个民间的交流、产业的交流，也润滑了两岸关系，何乐而不为？所以我觉得这个对民进党、对赖总统来讲是百利而无一害。郑重的呼吁民进党政府
应该要悬崖勒马，不要再跟民众对着干。2024年的双城论坛确实，当时有具破冰意义的消息，大陆方面希望推动上海居民来台湾的旅游团，可惜到目前都没有下文。我们希望中央政府不要卡关，不要把人民的交流当作政治筹码。朱马安嘛强调，主张两岸的关系愈困难，愈需要沟通交流。原地上海居民来台旅游的项目，伫咧2024年双城论坛就讲到，不过煞尾拢无结局，这摆有机会搁开放，话话爱中央政府唔通主动。记者综合报道。中国一项对台政策强调讲是伫咧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大岛的基础来建立沟通的机制，要开放台湾的农渔产品出口去中国。中国嘛提出讲要开放两岸直航，暗示要开放上海、福建的民众来台湾自由行。也毋过是有农民甲学者是拢认为讲，因为阁有些条件，所以嘛阁有真侪无确定性，因性会变看。为渔翁仔将拿诱起来底的石斑鱼活跳跳，石斑往来设假等农渔产品，过去落摆互中国单方面宣布禁止销去中国。即摆第10回了后，中国昨日宣布10项促进两岸交流措施，其中包括伫坚持九二共识甲反台独政治基础上建立沟通机制，为符合检疫标准的台湾农渔产品输入中国提供便利。很多的养殖户因为这个部分也赔了很多钱。那当然，我们现在有跟班员说，我们的养殖的那个种类或者数量，尽量不要像以前那样子大量去投入。事假种要3年呢，然后这个政策变来变去哦，农民无所适从。等到我们3年后要采收了，到时候政策不晓得是怎么样哈，所以这个是不确定性是最大的麻烦呐。因为它不是透过正式官方管道跟我们商量，特别有涉及到公权力的部分，其实应该还是要来交流才是正办。中国开放前提插到政治立场，加上过去单方面禁止的经验，和农业部加农渔民持观望态度。农业多关的小长表示会审慎评估，以提高品质为优先。维持我们的品质和量，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大家一起要思考的，而不是一股脑的全部都输往中国大陆。中国的市场是一个政治干预力极强的市场，也就是它是一个相当不稳定的市场。我们会审慎的观察。农业部还未收到中国正式的来文，强调会继续引导农渔业分散风险多元布局。另外，中国为2019年8月暂定中国游客来台自由行，即摆也宣布要推动开放两岸直航正常化，佮开放上海市甲福建省居民来台自由行。团体游呢，都是所谓的一条龙的业者，那可能自由行不会，自由行是你想要去哪里自己安排。观光业者认为，自由行甲团客无同，会当互各产业受益，直航同款会当互经商旅游等需求的民众受益。建议政府会当考量人民实际需求，就这个机会解除禁团令，互两岸交流往来正常化。记者综合报道。美国甲伊朗伫巴基斯坦的和平谈判破局，21点钟会谈幕，双方伫核武的议题是无共识。美国的代表副总统范斯嘛已经回国了。美国总统川普宣布讲，美军会马上来封锁荷姆兹海峡，禁止船只的进出。按算讲，伫台湾时间8日暗时10点就要开始。消息传出哦，美国是大佬，石油的计数嘛阁起破1桶100块美金。美国副总统范斯甲伊朗的官员伫咧巴基斯坦开的这场上关级的对话已经结束了。范斯坐飞机返去美国，伊强调双方伫咧部分的议题是有共识，不过伊朗坚持无要放弃核武，而这场谈判上尾是失败来收煞。美国总统川普受访的时阵，大声骂北约的盟友，讲美国整甲官楼3地的时阵，因煞伫遐徛关山看马烧炭，即马荷姆兹海峡去用封锁啊，因才讲要来斗法的。And I will tell you, while we're on the subject, we're very disappointed with NATO. We're very, very disappointed that they didn't come. Now they want to come and they want to help with the strait, and it won't take long to clean it out. So we're going to clean out the strait, and they'll be able to use the strait in not too long a distance. 唔那怪盟友嘛怪教宗，教宗对核武也有城市犯罪议题的想法，这互川普嘛是解袂爽，讲对方这种自由派的思维，当咧威胁世界安全。We don't like a pope that's going to say that it's okay to have a nuclear weapon. We don't want a pope that says crime is okay in our cities. I don't like it. I'm not a big fan of Pope Leo. 那即马美军封锁行动的时间嘛倒头算了，
这场封锁会伫台湾时间拜一暗时10点来实施。川普警告，若是任何搭过道飞互伊朗的船只，拢会去用炸落来。美军嘛会甲伊朗部的水雷全部拢甲飞弹杀。若是伊朗的外交部长阿拉泽就讲。这美国伫谈判的时阵要求伤侪个一直变化，而且是威胁要做封锁，完全是无得到假释。伊讲善意是会使得到善意，若是得意就敢会使生出得意。伊朗总统贝特书记安就讲，若是美国会使遵守国际法，双方是还有谈判的空间。若中东的专家就分析，即马讲袂好，可能是双方的一种谈判的战术。这第一阶段的失败，无代表刷落来就讲袂落去啊。The failure of the first phase is not in and of itself necessarily a sign that talks, if they were to continue, would fail. It may very well be that the first round was supposed to be a failure. Neither side may have wanted to give the impression that they came to an agreement too quickly. 核保组海峡掌握全球差不多2成的能源供应，封锁的威胁和金融市场是人心不安。美国的指数就跌落来啊，投资人拢赶紧甲卖掉。另外，国际原油的计价每一桶阁起破100块美金。专家烦恼，若是热门清零运动，连红海拢做伙封锁起来，这全球石油供应链恐惊是会全部吊顶。到时阵，这油价可能会超过200块美金。若真正安尼，这能源的风波地甲全球的经济扫甲真厉害。公司新闻陈伟林编译。美国甲伊朗谈判破局，美国是大乐，也毋过咱台股今仔收盘是去39点，指数是35457点哦，嘛创新高。国安基金下晡要开第一季的例会，专家是分析讲，目前哦，咱台股基本面是真强，3月底哦各项经济表现嘛拢真赞，所以国安基金应该无需要有动作。美伊谈判无通达成协议，国际局势伫一个危险的时间，搁再发生变动。13台股出现多空交战，开盘了后随落，盘中上价捌到35261点，随后震动行悬，几日变反红，盘中一路咧演垃圾战，上悬捌到35552点。电子宽达股台积电是开价伫1985块，盘中小可落到1980块。美国跟伊朗的这个谈判了哈。因为谈了21个小时就破裂了，那所以多少造成一些市场上比较不安的心态。亚洲的日韩股嘛面临类似的状况，日经指数开盘落557.91点，落0.98%。韩国综合股价指数开盘报5737.28点，落2.17%。专家分析，市场主要惊吓情绪集中伫对美伊谈判的无确定性。不过台湾因为总体经济数据显目，包括出口创新高，几日经上市贵公司营收有成长，基本面真强，有降价冲击。AI 的一个趋势没有改变的情况之下，在基本面的一个角度去切入，在趋势的一个角度去切入，这 AI 股票都还是非常强。基本面原则上应该不至于被战争的变数所带来的这个影响所改变。台积电第一季发税会会伫4月10日举办，国际金融机构甲法人大多数受正面评价，陆续甲2026的获利预估调悬。13下晡，国安基金会召开第一季例会，会针对中东变局必要的时间要护盘讨论。专家分析认为，现阶段台股基本面强，资金动能有够，无护盘的需求。记者综合报道。中东的经济恐惊无遮尔紧稳定，经济部处长今仔日立法院嘛表示讲，点仔加的原料会讲供应到6月，嘛讲到讲美国甲伊朗烧战以来，中油逐个月家己吸收90亿咯，嘛逐礼拜来检讨油价。中央银行嘛表示讲，若规档油价维持平均的计数是1桶100块美金，消费者的物价指数 CPI 可能会调悬哦，也毋过央行会来维持汇率的稳定，避免通货膨胀。美国伊朗谈判破局，美国总统 Trump 呛讲，美国海军即时封锁荷姆兹海峡，禁止所有船出入。布兰特原油伫咧13个登起1桶就要100块美金起跳，面临国际油价大起。经济部表示，战事发生了后，估计中油1个月就吸收90亿。不管它涨多少，我们就继续动涨。我就问你 ，yes no 就这样。我们每个礼拜检讨，每个月来检讨。
因为这个油气的价格变动得非常的剧烈。中东战事唔那影响石油相关产品的供应，介绍去里丹麦加嘛传出影响到6都各县市的工程进度。经济部商务处长罗建信回应，中油加大叔会供应丹麦加的原料，供应到6月是无问题。不过，因为中东战事影响塑胶类的制品，包括一寡药材、包材，还有医材。卫福部表示，已经甲经济部斗阵合作，目前有几10间的厂商会当摕到原料，介绍又搁伫咧评估。假使讲成本若是明显起里有200亿会当应用。央行嘛评估，国际油价若是起里会推升台湾 CPI 年增率修正0.17个百分点，来到1.80%。不过，若是国际油价均价飞起到1桶就要100块美金起跳，会搁修正 CPI。出口竞争力一向不是我们关切的最主要的重点。是。那我们看的是整体对物价的影响。最近进场调节是在于要控制输入性的通膨，而不是在于出口的竞争优势。针对 CPI， 主计长陈淑珠表示，会观察4月变化，5月会搁重新评估 CPI。央行嘛强调，若是新台票落价会有输入性通货膨胀几率，央行会继续维持汇率的稳定，到时嘛会进场来调节。记者综合报道。来看白沙屯妈祖北港进香，昨半暝起价，信众是叉，因为进香的路线是无固定，移动的速度又搁是真紧哦，所以外界讲妈祖的銮轿是一台粉红色的超级跑车。今年是有46万的香灯卡来报名，要来展开8天7暝的进香。今仔早起白沙屯妈妈来到台中大甲镇南宫，甲大甲妈相会。这么近距离看到那个妈祖停轿，你感觉是如何？我觉得很感动，就是第一次参与能够那么近距离的跟到，就是整个气氛很棒。最近有发生战争，所以也希望可以祈求世界和平。今年有宫田宫的路主妈妈家己进香，甲山边马3尊妈祖做伙出发去北港。更有创纪录的46万的香灯卡来报名，按算讲10月会到北港，20会回宫。交通部嘛统计哦，昨收运115842人次去白沙屯，比去年83000多人是增加将近4成。伫今仔早起哦，是有信众无说哩，落去水沟啊，身躯就甲侧伤，随行的救护人员随着协助来处理。再来看，逐档的白沙屯妈往北港进香是民间的大代志。今日队伍上顶头的是头旗组，毋但是引导信众，还有一个真重要的任务，就是护送香搭。妈祖要出发进香的前3天哦，会来放头旗。出发的前1天的早起，就爱对城房甲香搭来请出来整理。台语台真难得专程来采访这个过程，咱做伙来看卖。白沙屯妈祖按算4月16去到北港，去到北港了后呢，有2件重要代志爱做。一个就是拜天公，另外一个呢就是较火炉。若这较火爱所使用的，就是这个香搭。香搭内面的物件就是这个火卡。白沙屯妈祖要出发去到北港进香的前3天爱放头旗，前1天早起爱对新房甲香搭请出来整理。阮会咧出发前1天用烧水内底掺花草甲蒲蓉来切这香搭。对于北港廖天宫较火入去火卡了后，火星袂当熄去，沿路甲火种早倒转来。火星就代表香火含能力的延续，为着卖互冰打高头桥香搭有2个，一个放火卡，一个放地壳子、广末、火炭，还佫有乌雨伞。这乌雨伞是经过商家爱备送的。北港较火倒来内面的物件，最主要是种物件，这是伊的规则哦，伊就是铺地纸，伊做锯出来的饼，为了铺地饼。茶渣米、地土纸，拢讲叫地土纸，所以伊的材料就是这种的主角，然后就是塑茶壶来做配角。我上这桩北港开会是上重要的，就是保持这个火袂使灭，这就是这火，这我当初我家己想来个款。严总干事头一届体验搭香搭，也讲爱对北港搭倒转来，确实是不简单。这一些优秀的志工哦。大家体力、耐力真的非常的好。我今天尝试一下，这个虽然说你看起来很轻啊，其实讲那个重量说真的很重。今年白沙屯妈祖进香有46万人报名，白沙屯往回北港大约400公里。
白沙屯妈祖进香新历4月20回宫，香搭会请入去新房内面，放伫妈祖面头前，等到5月7日才会开炉。记者郑家豪、谢桂林苗栗报道。来看中华田尾一间的做加工的铁厝哦，早起7点外回烧，因为拢是纺织品，火烧甲真严，几啊公里外拢看会到烟哦。消防局是赶紧出动真侪分队甲消防机器人来拍火，点外钟甲火拍花，即马导火原因哦，爱去调查。规间工厂起大火爆起，高高烟呛上天，消防人员赶紧救水线来断水，因为这火伤过猛，佮出动消防机器人。工厂内底全部是布料，有大批成品甲半成品，这风伫咧吹，就烧甲较紧。消防人员出动几个分队到现场来支援，却发现水无够，赶紧对边仔田抽地下水来拍火。里面有多数的易燃物哈，所以火势蔓延比较快哈。那还有它的浓烟也比较黑。那所以我们目前采用的是包围的战术，火势阻隔。13早起7点外，中华田尾这间生意大工厂熊熊大火烧，因为厂房内底囤真侪布料，佮加上这铁档是一栋连过一栋，这火一起来就袂当滴。附近包括社头，也佮有田中，拢有民众看到乌烟，也是闻到歹味。若是民众讲，可能是头家咧点香的时阵无细致，去甲火引起来，第一时间佮无及时通报。无咧，都看我乌啊，听传长讲有看，啊，叫伊讲来咧敲电来过去我听，家己讲咧拍，我无去，无去就害啊。是要看他有没有蓄意或是故意行为啊。火警你一定要有那个他故意放火啦，或是说他有严重过失啊，他才会依照空气污染防治法去给他处罚。这个新台币10万块以上啦。这火经过点外钟了后，总算是控制落来了，加在无人伤亡。详细导火原因是爱个调查。中华关环保局表示，第一时间已经派人去监测甲采样，若是确认讲这导火是因为管理无妥当造成的，会依照空污法对业者罚钱。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去年的12月底哦，高雄市环保局人员去小港清水沟啊，结果有一个67岁的妇人人无细致去踏着无看过的水沟啊，绊倒受伤。伊不满调解过程哦，环保局佮会杀责任，所以这妇人人的后事，佮加相关的影片拢铺伫网络顶头。落尾哦，环保局是承认疏失，讲会来负责。环保局施工人员直直话，也是袂负阻挡负责人踏落去无看过的水沟下。去年12月底，高雄市环保局来伫咧小港这间自助餐外口清水沟，画面中施工人员有踩一块施工的牌仔伫路边，不过水槽边的水沟啊挂提掉，煞干那用一块竹啊扛起来。细位的负责人讲，伊逐工来这包便当进前拢会先洗手，水沟啊无看挂，拢无采购时提醒，害其绊断手骨，甲单也无摘掉家己骑车。清洁队员他们都没有说要叫救护车，没有干什么，他们一直把责任推给我，说我为什么要从那边工作？老人啊，听无吼，真正我分不出来啊。那我都不要伪，当初伪就没事了。这算是一个伪理呢，一天这怎么瞎理呀？明明无肯为难，甲家属讲施工人员徛伫遐嘛算是有诈。代志发生到今已经3个月过，家属认为环保局的态度反起反倒，互因愈了解愈切心。家属讲阿母的只手骨断去开刀，在1公分长的空喙也伫咧复健，即摆行路看到水沟啊拢会惊。3月2日的调解会，环保局的副处长推卸责任，讲话袂唬人听，家属袂看入去，才会伫网络大文投公道。国赔会议那一天就开始说。不是他们的问题，他们把错全部推给我们跟便当店，然后就说什么他们人也是一种，也是算是人墙，这样也算是有违。本局经检讨确有疏失，以修正作业程序，加强作业安全，并加强员工教育训练，落实作业区人员进出管制。家属表示，甲代志讲出来，除了要讨公道，也望环保局会当注重施工的安全管制，唔通搁有后一个受害者。环保局讲，这个代志已经进入国赔定数，环保局会负起相关的赔偿责任。记者看家朱朝阳、高雄仓报道。搁再新闻来看，匈牙利的国会大选哦，投票率是要到8成嘛创纪录。在野党摕到将近7成的国会席次，45岁党主席马加尔取代执政16党的奥班来争做是新的总理。英国、德国、佮法国后面等领袖嘛拢来表达恭喜。
甲匈牙利的国旗亚悬悬，行过一片旗海甲庆祝的火把。匈牙利反对党、尊重甲自由党党主席45岁的马加尔，12暗时伫首都布达佩斯发表胜选的演说，强调这届胜利解放匈牙利，也讲到奥班政权。 A Tisza és Magyarország megnyerte ezt a választást. Nem kicsit, hanem nagyon, sőt, nagyon-nagyon. Közösen leváltottuk az Orbán rendszert, közösen felszabadítottuk Magyarországot, visszavettük a hazánkat. Köszönjük nektek! 大会尊重甲自由党的支持者，12暗时去到首都布达佩斯的多瑙河边庆祝胜选，画出加罗西亚赶走等等的口号，有人等一天等16天。I feel amazing, really amazing. Like I never thought this would actually happen. I've been praying for this for 16 years, so I'm super happy. 根据已经开出来95%的选票，尊重甲自由党伫199席的国会当中，已经摕到138席，唔拿过半数，而且已经来到单独修改宪法的标准。原底奥班的青年民主联盟，敢若摕到55席，即马62岁、6权16党的奥班，想要连任第5届，讲败选真痛苦。不过嘛强调，青年民主联盟会甲反对党的角色扮演落好。 hogy a hazánk és a nemzet sorsa számára ez a ma esti választási eredmény mit jelent, és mi ennek a mélyebb vagy magasabb értelme, azt most nem tudjuk, ezt majd az idő eldönti. De akárhogyan is alakult, mi ellenzékből is a hazánkat és a magyar nemzetet fogjuk szolgálni. 公司新闻警官请朋友。法国我德国边境的一个砖头一个43岁爸爸，对2024年11月开始，佮甲9岁后生关伫箱仔车内底。警方接到报案去找人的时，这囡仔嘛已经封关东外咯。环境是真垃圾，囡仔嘛营养不良，因为伊长期拢坐伫车内，嘛已经无法度徛起来家己行路。一个真恶一个爸爸嘛已经封掠起来咯。 法国瓦近德国边界的郊区哈金巴赫传出一件离谱的虐待儿童事件。画面上，这栋楼厝的主人涉嫌为201411月开始，将家己的后生关伫门店的箱型车内底。警方接到厝边报案，表示车内传出囡仔的声。警方破门发现伊躺趴体囂伫遐，四周围拢是尿屎甲粪扫。囡仔一看到营养不良，嘛因为长期坐伫车内，无法度行路。 Pour comprendre comment effectivement personne n'a pu dénoncer ce type de fait, comment l'enfant a pu disparaître ainsi des écrans radars, c'est tout le travail maintenant du magistrat instructeur. 警方调查发现，43岁的老爸辩解讲，是因为判理想要将后生送去精神病院，因为着保护囡仔才会用这招。伊嘛辩讲后生已经有咧看医生，佮甲学校办转学。检方进一步调查发现，伊根本无就医记录，失踪前伫学校的表现嘛正正常。查甫囡仔佮一个亲生儿子，佮老爸甲判理生的查某囝，厝边对这个事件拢感觉真意外。Non, ils avaient deux gamines. Bon, le fameux gamin, j'ai jamais vu moi. Voilà, le gars il partait au boulot le matin, il rentrait le soir. C'est tout, bonjour, au revoir. 囡仔老爸判理讲，伊完全唔知影，目前检方用义无绑架等多项罪名逮捕老爸。判理是因为无尽到救助义务，爱护司法监管，并等待调查。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译。 过来消息来看，国民党的立委今仔宣布讲，要推动平行的公投，望讲会当来阻止一再发生的虐待囡仔诈骗的犯罪。这案国民党团52个立委，包括无党籍的高金素梅，全部拢有联署，嘛已经正式成案咯。也毋过，民进党立委是批评讲，林权无应该倒退路。平行公投，遏阻犯罪。 国民党立委徛几排，大声喊讲要变形的公投。国民党立委认为，这几冬虐待囡仔、性侵害、大金额诈骗等重大犯罪案件一直咧发生，对民众的生命财产、社会信赖造成重大冲击。通过立委联署了后，正式提出变形的政策公投案。鞭刑以遏阻犯罪持续发生，我们讲得非常清楚。我们希望能够透过公民投票来让全民参与，
重大政策的创制。不过，变形公投嘛违反宪法保障人身自由、甲人格尊严的精神，甲比例原则的义务。民进党立委批评，人权不应该行回头路，重案的当用重刑，不过不是用变形。这些大家关心的犯罪可以重刑，但不是鞭刑。台湾的人权立国不能走回头路，这也抵触了国际的人权公约。另外，司法界嘛认为，变形侵犯到人性的尊严，互看作是一种酷刑，嘛有可能违反两个公约。犯罪人的身体造成严重的损害，而且呢，也会对他整个的人性尊严造成严重的损害啊！你不宜再抵触这个两公约施行法。那以公投法，立法院甲行政院同款，嘛有提出公投案的权利，只要议会通过就会使，无需要搁经过联署的定数。另外，公投案只需要有效同意票数比无同意的票数较侪，有效同意票数达到投票总人数的1/4以上，就会当通过。未来若公投通过，要安怎实施？行政院甲立法院又搁将有通请拼咯。记者综合报道。行政院长卓荣泰最近伫立法院施政报告提出讲要放零赌金1.5倍量级奖励新方案。内政部嘛随提出都市更新条例修正草案，针对建商开发单位关社会主体，量级奖励是当来放零到2倍。也毋过有民间团体今仔就表示讲，因反对利用推动社会主体对量级率放水的做法。反对假色财之名行容积放水之时。都市改革建调经关等专业团体拜一召开记者会，针对内政部目前的都市更新条例修正草案提出质疑，因为行政院长卓荣泰最近提出放零赌金用一奖励方向，计划针对建商关社会主体赌金案，用一对1.5倍提悬到2倍，奖励增加到1.5倍，可以容纳677万人。1.5倍已经超量供给了，我们今天又要再讲说我们把它变成2倍好不好？那只是为了弥补政府不盖社宅的借口吗？民间团体认为，政府表面上是以增加社会主体做理由，实际上是要放零容积率。这款行为恐惊会增加公共设施的负担，也冲击原本的都市空间，会对都市的公共设施产生严重的破坏性的压力。到时势必增加对公共设施的投资，排挤其他的公共预算。容积代表的是一个城市究竟能够承受什么样程度的开发强度，它背后牵动的是日照、通风、开放空间以及居民每天真实感受的生活品质。民间团体呼吁行政院应该撤回放零赌金用一奖励政策方向，并且结合专业的意见，重新检讨社会主体的机制，避免假借社会主体的名义来放零容积率，牺牲都市的生活品质。记者台选林旭凯台北报道。来看交通部观光署公布，今年头一季针对非法旅馆业和民宿的处理，台南市计共是开出772万的罚单，是全台湾上侪哦。嘛查到非法旅馆14间，非法入住套房有102间。真侪稽查人员来到台南的旅馆内底，针对旅馆的消防、卫生、建筑不安全做稽查。台南市第一季旅宿业处理绩效公布，无合法入馆的非法旅馆有14间，非法的入住套房102间，罚金总共要772万，裁罚的总额是全台湾上悬的。交通部观光署去年修正《发展观光条例》裁罚标准至114年10月2日生效，非法旅宿裁罚强度大幅提高，第1级裁罚从5房以下裁罚6万元改为2房以下即裁罚10万元，非法旅宿最高裁罚金额从50万元提高4倍至200万元。去年10月，法典观光条例裁罚的标准修正，非法旅宿裁罚的强度嘛提悬。累积的金额相对嘛提悬。最近这几档台南观光业是真佳业，旅馆、民宿这几档嘛成长真济。台南市民俗文化发展协会要是呼吁部分业者无完成停业、转型，也是合法的停事去互罚钱。若有心要经营的业者，要是爱寻求协助。现在115年。咱已经市区内底已经超过600间的民宿啊，这个成长的速度算是全台湾算第一个啊，所以讲咱无合法的业者，爱搁较积极，来去找咱这一寡公部门，也是讲找阮地方协会，来去甲大家去做辅导，
咱若是会使合法的，绝对袂受到咱公部门的刁难啦。台南的民宿经营是真济，不过目前民宿的设置爱符合土地使用的管制，敢若限制伫咧唔是都市土地，还有特定区域，亲像是观光区、偏远的地区，也是有文字历史的都市计划区。即摆防罚钱的旅宿业者，大多数拢违反顶头的规定。说落来，台南市府会辅导，嘛会鼓励业者依法申请合法经营，嘛会伫咧2办理旅馆甲民宿设立说明会。提供相关的法规，还有申请的流程说明。记者综合报道。来看苗栗县南庄顶礼拜有3个查甫人伫路边骑马，有民众去报案，警方嘛伫苗栗21乡道路来找到这3个人，伊是妨碍违反道路交通处罚条例来做处罚咯，嘛要求公园台用货车来载这个马，袂当搁伫路边骑马咯。一个查甫人骑马走过，后壁缀着2只马，地点就伫苗栗南庄的道路上。在拜六早起11点外，有真侪南庄游客拢看到这款的景象，而且毋但是伫街路有骑机车的人，伫去新社高山区的道路上也看到这3对人甲马，马也差一点啊弄着机车。警方协报了后，赶去处理。警方赶赴现场后，于路旁树林发现邓男等3名行为人与马匹踪迹。均坦承确有道路上骑乘马匹之情事。警方伫苗21乡道11.9公里的所在发现3只马，也有骑马细定、细带甲细步3个查甫人。应该伫讲是用货车将马为新店环山载到南庄开始骑马，目标是新仙谷。警方要求3个人将马以货车载走，故意违反道交条例第84条规范。民众切勿于道路骑乘动物或从事足以妨碍交通之行为。以维护整体用路环境之安全与顺畅。去年12月中旬，也有马出现伫西滨快速公路苗栗后龙路段，迄当时一台车甲一只马相撞，造成驾驶轻伤，马仔当场死亡。警方表示，不管是骑马，还是带马散步，也是放任轻突宠物伫道路上，拢是违反道交条例。记者综合报道。有民众指控讲去宜兰罗东的驾训班上课，这个查甫教练坐伫同行机车后座，甲伊抱安，佮抓伊的手。也毋过驾训班是表示讲，这个教练是惊学生仔绊倒，才会坐后壁来扶学生仔。也毋过即马这个教练嘛已经放上班咯。学骑机车教训班的查甫教练，煞安尼坐伫后座，2手放伫查某学员手里，依然一个查某囡仔车闸前往罗东报一个教训班，和教练用安尼的方式咧教学，互伊感觉足眼热。我坐在前面，教练坐在后座。教练直接从后面抱着握着我的手，教学约3次，几分钟之久。这个查某学员和厝里的人讨论了后，决定向警方报案，指控查甫教练性骚扰。查某学员的阿姐是宜兰县议员谢正信，伊指出，这个涉案的教练用这种教学的方式已经不是头一摆。那我想，这个教练一定是常态来联办，不是第一次。因为我的哥哥的女儿的同学也有跟他讲说，他也遇过这种情形。如果直接坐后座，很容易会有肢体的接触，那可能如果是我作为学员，我会吓到。不过教训班指出，教练教学的过程无去摸查某学员，是惊学员跌倒才会坐后座斗扶咧，属于正常的教学行为。被害人练习驾驶过程中，疑似遭到性骚扰，事后因感到不适，遂报警处理。本门局立即依规定受理，并积极侦办中。警方协报了后，随前往了解情形，专案依法函送地检署侦办。警方呼吁性骚扰的行为严重者会牵涉刑事责任，民众千万唔通偷蒙气火。记者综合报道。昨下晡4点外后，桃园有一台驾训班的道路驾驶车甲轿车相撞，较早是无人受伤哦，双方嘛拢无食酒，目前佮理清责任。驾训班学员伫教练的陪伴下进行道路驾驶训练，顺国际路2段为外车道向道边切入去内车道，甲内车道直行的车辆相撞，加载无人受伤。驾训班学员与教练进行道路训练，于变换车道时，不慎与其他自小客发生碰撞，
幸未造成人员受伤。这件事故发生伫12下晡4点外，警方接到通知，随赶去现场进行交通疏导甲事故处理。检验结果，双方的酒测值拢是0，后续调处责任会交予警方去厘清。道路驾驶的话，会不会担心？不会。怎么说？因为我是重考的，对。所以之前有道路驾驶过？有。因为教练会在旁边，所以不太会担心。就是会担心说可能会发生一些擦撞或什么之类的吗？不会。为什么？会去注意安全，教练都会在车上。监理站表示，教训班拢会甲学员申请学习驾照，伫规定的路段练习，阁有教练陪同指导，无算无照驾驶。事故发生，就报请警方到场勘查，后续就交予权责单位判定调职。若准伫考照迄阵发生车祸，会随暂停考照。若判定是学员驾驶不当，伫接考32分就无及格，1礼拜后才会当申请补考。若毋是学员驾驶不当，教训班会安排换车了后停考。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南投草屯的鸟乐溪社区大学有纸雕艺术的课哦，这学期除了学加纸，嘛拍算要用纸雕来出一本小解草屯在地好食死的册，要用纸雕来呈现。你看这个他们的芝麻全部用手剪哦。小解社区大学学员的作品，无论是烧饼还是虾仁饭，看起来真好食。食的拢是在地好料的，而且拢是用纸刻加出来。社区大学把纸雕艺术结合咱草屯在地文史，用在地美食做主题，上会当引起大家人的注意。人来草屯，感觉讲唔知要草屯有啥好食，才讲袂出来。咱干脆就是来做一本啊，讲来草屯，你会使去隐藏版的小吃，你来使去食安尼。拆一个面线，拆一个肠啊啦，还是讲一个猪脚，一个脯啊，然后因才家己分配，讲阮即摆要开始要安怎做，啥物人做啥物安尼。学员讨论甲真认真，望大家作品拢会当呈现出在地好料、好食的感觉。社区大学嘛打算讲，甲这个作品合作出版做细本的册谱啊，会当甲纸雕和好料的结合，做报道文学传出去。我们希望呢能够延续我们草屯的手工艺的文化，所以我们呢就将我们的纸雕的作品做成一个专辑，然后呢希望可以推动我们草屯在地的那个手工艺能够继续的传承下去。来做一本册的时阵，我认为大家学生拢有机会，就是大家做伙来创作这本册了后，你家己嘛感觉讲哇，原来我也有这个技术，原来我也有这个天分。我感觉这足好耍的啊，真正就是伫厝里阁袂无聊安尼，嘿啊，找到另外一个兴趣。社区大学的学生嘛表示，来这上课，一本只想要来消磨时间，想要到对兴趣来出发，学加纸会当同在地来结合，阁会当出册，行销地方，愈加愈有兴趣，嘛愈加愈自信。记者安修南投报道。来看婚姻关的环保局最近在稽查畜牧业者处理废水的设施，佮有放流水质敢有违规。今年2月到10就查到24件违规案，嘛开出超过新台币59万的罚单咯。业者嘛爱限期改善。牌子在哪里？环保局稽查人员来到畜牧场，一个比对现场环境设施甲漂示的证明。另外一边，伫遐内囤真侪乌土，业者为着要清除这乌土，家己买设备装来使用，却无事先进行变更的作业，已经违反相关的规定。你们买的时候怎么没有进去变更？因为你们土里面没有这一台，也是违反规定呢。这一台才刚装好。今天我们来查，你就是多了那一台，跟你的图上是没有的，是不一样的。婚姻关环保局表示，为着要守护园内河川的水质，环保局对今年2月开始执行假日专案稽查，要严防业者利用假日期间偷排废水，针对废水的设施、放流的水质、甲疏失暗管来偷排废水等进行稽查。对2月到今已经查到24间厝的违规。目前为止，已查获了24家次违规案件，裁处金额也累计高达了59万元。那针对违规业者，我们除了限期改善外，也会列为后续追踪辅导改善名单。
环保局嘛讲，过去捌接到袂少真情，有畜牧业者利用假日也是落雨天，偷偷甲无处理的废水进行放流，这个地点拢已经列做客早的重点，千万唔通伤空芳。如果水啊废水无经过好好处理，用其他无经过许可的方式扣讲头牌，会面对真悬的罚金。记者综合报道。台东县的猪本有一搭超过200公顷的猪本湿地哦，本地拢有真侪鸟仔会来遮生摊。也毋过为着要解决农产饮水的问题，县政府是来进行排水的整治。最近都有环保团体发现讲，伫整治后，溪水又未过排入去湿地内底，因惊讲湿地会消失。县政府是表示讲，可能是去互土石仔踢掉的，会赶紧来疏通。台东猪本的巴沙巴干溪自水头的巴沙巴干部落流去猪本海沙埔的出海口，伫海沙埔形成猪本南仔地。每一年落大雨甲风台季节，大量的水就会甲附近的田淹去。当地做事人要求整治，县府去年争取到经费，起补花抑阁贴安稳土角，毋过当地环团发现补花变悬了后，水无要阁经过猪本南仔地，烦恼这生态乌有去。他现在用堤防把它围起来啊，所以水根本不可能往湿地那边去啊。县府讲规划施工的时阵，原本水是会经过南仔地，但是水利署建议唔好去影响到南仔地的自然生态，即会甲水引起到北边流去大海，嘛保留一个出水口，雨水会使流去南仔地，但是可能对顶悬流落来土石伤多，甲规个出水口炸掉咧，所以水无法度入去南仔地，这会阁检讨。原则上，它在出海口那边本来是没口状态，然后现在有打开，就是解决长久以来那边淹水的问题。那因为那边有水也供给湿地的部分，原则上我们有分流给湿地。环团讲超过200公顷的猪本南仔地，每一年拢发生火灾，已经造成生物生存的压力。即马为着减灾来做整治，这南仔地颠倒无水，可能会造成更较大的问题。后县府就要赶紧调整施工的方法。记者综合报道。肺癌是咱国人10大癌症死因的头一位，一档有1万多人会因为肺癌死亡。肺癌标榜药啊泰格沙虽然是有健保的给付，也毋过有部分的病人是无符合条件，所以自费1个月就要开10万块。医界是呼吁讲应该放任这给付的条件，健保署嘛表示讲一定会讨论咯。就是这款第3代肺癌的标靶药啊，泰格沙会当治疗 EGFR 基因突变微小的细胞癌，而且临床实验证实会当互患者的寿命延长10个月到1冬。虽望健保已经甲泰格沙纳入补助，不过嘛有一寡患者无符合补助的条件，爱自费用药啊，逐个月药钱就要10万块。有一寡患者甚至到中国买药啊，药价敢若台湾的1/3。东南亚地区第一线哈。它格里手哈，就已经有纳入各个国家的健保给付，但是它呢，给付的价钱就价差很大。在中国大陆相对比台湾便宜，大概只有7/3的价钱。医师就表示，去年2025年台湾药啊买卖排行第1名，就是肺癌的药啊。泰格沙去年买卖金额有56亿，目前健保补助的适应症是晚期肺癌 EGFR 基因突变的患者，无需要脑转移证明。不过研究指出，第1期、第2期早期的肺癌患者，伫咧手术甲瘤切掉了后，用泰格沙来辅助治疗，病情会当得到真好的控制。所以呼吁健保署会当把这个补助的条件放零。厂商是在3月底的时候有来送扩增给付方案，那目前我们正在执行这个医疗科技评估。健保署强调，目前药厂已经提出申请，会针对药品的效果，在无冲击等等进行医疗的科技评估 （HTA）。等待完成评估了后，就会举行专家的审查会议。若是专家一致拢同意放零，会交付健保署共同来会议讨论，会阁合法合规赶紧办理。记者综合报道。台湾职业篮球团旗林志杰富邦勇士球团为办2天的引退赛哦，写超过27000个人来参加。林志杰伫落尾一阵是摕到8分，嘛做球队以2分赢球。球团哦专家安排伊爸爸来开球，互林志杰真感动，个流目屎。感谢你们，谢谢，我也爱你们。
用野秀的花休个别球员生涯，富邦勇士传奇球星林志杰12完成引退赛最后一战。台北小巨蛋连续2天人甜，球迷满12号的球衫送别心目中永远的野秀。林志杰在最后一战面对洋基工程，顶半场虽然输14分，也毋过球队发挥沦陷。林志杰全场出赛27分钟，摕8分，包括关键时刻的稳定发挥，带领勇士以91比89拍赢。林志杰坦白讲，比赛进前心情就真复杂，会当用胜利为20多年的拍球生涯做一个结束，是真好的回忆。我觉得球迷真的是也跟着我变老了，也有小孩了，哇！恭喜你们，希望你们的心意还是一样，也有年轻。引退仪式上界感动的一段，就是林志杰的老爸进入球场做开球的嘉宾，予伊感动到流目屎。26档职业生涯，比赛891场，摕到12766分，4287个篮板，也有2519个助攻。个别球员新婚，伊会转做富邦勇士副领队，以无共新婚继续传承篮球的经验，延续这段台湾篮球的传奇。记者综合报道。咱人我是啥物时阵开始啉酒的？最近一个针对乌干达黑猩猩的研究，正是讲黑猩猩会食发芽的水果，过程中会出现淡薄茫茫的感觉。黑猩猩大喙食水果，看起来真普通的动作，不过背后可能藏着人类爱啉酒的密码。So the drunken monkey hypothesis, just to define it, states that human attraction to alcohol is a result of our evolutionary heritage as humans. And as fruit eaters in the deep ancestral past, millions of years ago, and actually until quite recently, we predominantly ate fruits. 小卡拉伫土骹的水果往往已经天然发酵，野外黑猩猩食落去可能不知不觉就食到大自然结的水果酒。最高计算认为，人类祖先早伫数百万年前，就因为食到发酵的水果，加酒精结缘。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研究团队。伫乌干达追踪19只黑猩猩采集了液化盐，20份检体有17份对酒精代谢呈现阳性反应。But this study is basically a physiological confirmation of the previous studies. So rather than just seeing that chimpanzees consume alcohol based on what's in their fruits, we're seeing that they actually do metabolize some of the ethanol, which is the specific kind of alcohol that makes gives people the buzz, that they are metabolizing that ethanol and it's in their urine. 研究指出，黑猩猩上爱非洲性苹果甲无花果是主要酒精来源。虽然自然界水果的酒精浓度真低，不过若食得有够紧有够济，黑猩猩体内的酒精含量甚至会当达到淡薄仔程度。It is possible for them to consume enough fruits in a single sitting to get an acute dose, like a single drink. I calculated in my previous paper that it would take 72 Ficus macuso fruits to get one drink. 虽然理论上黑猩猩会当一摆食到淡薄仔忙，不过毕竟看不中，无法度一只异形牛人类代谢值来计算黑猩猩到底有偌侪。黑猩猩敢是主动选择更较熟、力量更较悬、更较有酒气的水果，是后一个等待解决的问题。科学家当透过这阵用种类情情一步一步解开人类甲酒精数百万年的纠结。公司新闻林义主编译。来关心天气哦，今仔台湾各地拢是好天，正热暖的天气，会到28度到33度。台东哦有可能会透小风。气象署嘛表示讲，拜三到拜五会有锋面通过，北部跟东部会落雨。另外，针对新陆区风台，虽然是未影响台湾，也毋过拜四北海岸跟东部，有恒春半岛会有长影。拜一日头赤夜，各地头天气烧热。气象署表示，各地高温伫28度到33度左右。南部内陆晚山区温度上悬会到36度。若台东嘛要注意，有可能会透小风。另外，气象署针对台南、高雄、屏东、甲台东4县市发布36度以上高温的温色灯号警示，提醒民众要食啉水，补充水分。今天
各地白天高温依然是相当炎热，在西半部地区高温普遍有机会来到32、33度，而在东半部地区高温也有机会来到28到30度。其中要特别注意的是，在南部的内陆近山区有机会出现局部36度左右的高温。不过拜三开始，个别变天啊，气象署讲，所到来有2阵锋面小连续到位，头一阵会伫拜三通过4到北部、东半部甲恒春半岛会落底渐阵雨。啊，那拜五第2阵锋面到位，通回以北甲东半部部分地区会落底渐阵雨，气温也变较凉。这个星期预计在礼拜3及礼拜5会各有一道微弱锋面通过台湾。在这里微弱锋面通过的期间，北部、东半部地区降雨几率会稍微增加一些，不过中南部地区仍然是维持比较炎热稳定的天气。另外，气象署嘛讲，虽然风台新落去对台湾无直接的影响，不过拜四北海岸、东半部甲恒春半岛可能有长影，提醒民众沿海活动都要注意安全。记者郭正阳、王志光台北报道。下晡的天气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26度，上悬31度；中部地区上低27度，上悬32度；南部地区上低27度，上悬33度；东部地区上低26度，上悬30度。外岛地区上低20度，上悬29度。再来看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下晡3点，咱再会。